今仔日先，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吼，咱要大声来学老主耶稣。在早的时阵吼，伊进入耶路撒冷，足侪人都欢迎耶稣入城，咱迄时阵大家就大声唱和散那，即摆咱嘛爱大声来吟诗。咱即摆听到24首，等一下咱要吟即个24首。我心阿老只愿上帝，咱来大声来吟因为咱有机会来阿老上帝，咱就用咱上欢喜大声的吟，来吟第一站。因为头我无投影大家无唱大声。我想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伊讲若是你要活甲较长、较久啥物活动会当对你的活较久会当有帮助。就是唱歌，大家拢唱歌会当有帮助。若是你想要活较久，咱就唱歌。毋过我问大家，你过去的一礼拜，你敢有唱歌过？过去一礼拜有唱歌过的人举手，举若嘛有几个人无唱歌过的人，可能你是感觉家己唱歌无好听，像说偌侪拢唱歌足好听，毋过你感觉家己唱歌无好听，你就袂想讲要唱互大家听。毋过咱知影唱歌对你的长岁是有帮助的，所以咱爱唱歌。毋过你若是唱歌感觉无好听，你就趁这个时阵，因为这个时阵大家拢在唱，无人在听你唱，你就家己大声唱。这个时阵咱大家人拢大声唱的时阵，咱就当来阿老上帝，咱搁唱一摆即马是第2节比乌老无阴光无变大埔，这是第2节。第3节咱来唱，咱来念这个歌词：慈悲怜悯仁爱慈悲，在咱软弱快受迷用以温柔伸手护咱，救咱脱出真苦难。乌老称赞，乌老称赞，乌老主听到永远。第4节。咱来讲一下人若夏天这里是夏天但是讲咱讲热天，毋过这个歌词是讲夏天人若夏天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阿老我主，阿老我主，阿老我主大仁慈。即马第5节咱来讲一个天赛世人，这个是世人咱即马先搁来唱第5节，安尼就大声来吟大声唱歌。
咱会唱2首圣诗，一首就是即个俄鲁，吼，是第一首咱第礼拜的中间，第一首拢是咧俄鲁上赞的歌，啊，第二首就是咧听敬拜以后，咱就爱回应上帝的话，吼，咱来看第65首，这是咱今仔日要回应上帝的诗。咱来，因为这首咱无识，吼，咱来听一金大一摆。看这个歌词吼，伊这个副歌的时阵，伊就是讲愿因光归圣父上帝，尊贵永远无替，稳定、福气、欢喜、平安。咱唱到遮的时阵吼，平安伫遮吐一个气吼，规地上人中间吼，上帝赐予咱稳定、福气、欢喜甲平安。这条诗吼，本来嘛是圣诞节咧唱的，就是讲，伊咧唱讲咱上帝来到世间是差遣主耶稣来到世间，是因为看到世人真艰苦吼，世人真艰苦，所以和平人君，咱的救主耶稣，伊就是真理活路，伊来到世间。所以这个歌词，等一下咱听牧师会讲道以后，都是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再就回到第一节。咱搁对第一节做伙来吟吼。我感觉上重要，阁足好听吼。咱即马是因为我家己毋是搞唱歌的人，咱听即个家家老师吼，甲咱即个最后一句，咱甲咱示范一下，吼，特别是平安迄句，因为平安足悬的，吼，咱就咧唱平安，阁一个半音吼，足悬的，我们希望大家音准爱对，唱到这平安，就换一个气。吼，规地上人中间，这个唱起来就有意思的。咱即马先听家家老师来示范一下。稳定福气欢喜平安，规地上人中间。咱即马家己来唱吼，咱对第2节开始啦吼，咱做伙唱啊。等者到迄个所在，咱来做伙停顿一下，做伙来唱甲足大声吼，来。
第三节过来。听牧师正道以后，咱就会当用这个诗来回应，吼，咱讲着讲世间纷乱，民心无定，咱也爱谦卑顺服，斗兴起上帝国，吼。咱今仔日佫有一个特别的代志，咱来练习一下。咱献开，若是你有圣诗，献开圣诗第二首，吼，圣哉圣哉，因为咱一个圣乐队吼要宣调的时阵，伊会唱一首歌吼，咱有一个时阵，咱希望大家若是拢会上做伙来吟，做伙来大声阿罗上帝，就是圣哉吼。咱来练习一下，恁会当，因为即马无准备投影吼，咱若有唱，会当看到迄落咱的圣诗，咱就爱来做伙吟。即首大家拢会晓，暗时就甲大家讲，等一下咱做伙来吟，来做伙来。现在，现在，现在，专领我主宰，但有曙光之下，我若中途亮。现在，现在，现在，当你披的开。宣调的时阵，圣乐队唱到一个所在吼，咱投影你会看到，等一个时阵你会看到圣哉圣哉出现的时阵，咱就做伙来吟指挥会 Q 大家啦吼，就种咱做伙来，因为今仔日是中秋节日，咱会爱大声来吟诗阿罗上帝。即马时间结束，咱来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基督精兵协会主日，奉献地放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关心甲奉献，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作为合唱。上主伫万国的目睭前，律伊的圣手，地极的人拢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4首，请起立。Papa
只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第48篇，伫以赛亚书第53章，咱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婴仔孵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毋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一堆，总是上主的旨意，予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会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经过受苦，又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有地位的人。本所得到的份业，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大声阿罗上主的圣名。你是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找圣囝主耶稣，道成肉体，降世成做人，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功劳，予罪人会愿。只要相信主耶稣的名，就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性命，成做上帝的囝儿。天国的子民，主啊，
你的疼实在长看远深，互阮感激不尽。感谢主，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你勇敢向前，顺服天父阿爸的旨意，甘愿牺牲性命，忍受苦难，替阮洗清罪罪，上天做王掌权。今仔日也是基督精兵协会奉献的主日，感谢你差派王福牧师来教会讲道请安，求主的圣神甲伊三甲地地，会当将圣经的话来感动阮每一个人，激励阮会当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成做传福音宣教的使者。伫日常生活中，疼上帝、疼人，成做阮家庭、社区、职场、身边的人的祝福。求主赦免阮心中的骄傲、贪心、无清洁的罪，伫即个时阵会当放下一切的重担，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将家己完全献上，成做香的活祭，求主感纳，也恳求主将今仔日的敬拜、圣化、监察，求圣神亲自甲牧师、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的天你的白，我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的正，你对你亲像。阮的一生，今仔日予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第5节，伫台语汉日本圣经808面到810面。看，我的奴仆要用智慧行代志，要受举起身权，搁要诚做真权。侪侪人为你戆领，伊的面貌比别人较有损伤，伊的形状比世间人较有损害。亲像安尼，伊也要激动侪侪国的百姓，连拢要对伊来黄因的喙，因为所袂捌对因讲的，因要看见；袂捌听的，因要明白。咱所听见的，有饲水信啊！上主的手饲水显明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青青的燕，也亲像菌发伫大地，也无互好形状无威仪。咱看见伊无好形容，通互咱心无依。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侪侪苦痛，常常拄着忧闷。伊受看轻，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咱也无尊重伊，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请广福牧师讲道，题目是伊的脸书。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当搁一届来到咱的上山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我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甲台北中会联合车派伫缅甸的宣教师，阮全家伫遐已经有10年久的时间。也真感谢咱上山教会伫过去10年久的时间，一直真做阮的同伴，支持着阮。总是咱知影宣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啦吼，亲像咱教会要建堂共款。所以伫即个后壁有一个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做阮所有的行政募款的单位。总是无想到讲，伫2020年的时阵发生了疫情。2021年，咱也知影缅甸发生了政变，就是因的军政府开始起来掌权，所以就安尼，阮无法度就暂时撤退，倒来到伫台湾。总是感谢上帝。上帝有引带阮全家伫将来要搁转去伫缅甸迄个所在为主来做宣教的工作，也请各位兄弟替阮来祈祷，也特别伫即个耶稣受难的节期中间，咱做伙来思考上帝的话，也诚做咱信仰生活的准绳，照上帝的话安尼来行。伫分享的大声，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伫你生的主日。我们要来敬拜、贺乐，相时也伫即个受苦的节期中间，搁一摆来思考上帝，你的性命，你为阮人类所受的苦痛，即款的疼，阮怎样来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主？愿主今仔日透过你圣经的话，搁一摆来开拓启示，圣神做工也伫阮的中间。帮助阮照你的话来行，阮安尼共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伫去年7月份，我有一个机会当摕到签证，转去缅甸50天。这是我对2020年疫情了后，甲缅甸政变了后2年半，转来台湾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头一摆转去缅甸。即一摆转去，最主要目的是要评估，阮全家到底是要转去缅甸宣教，
也是要安尼就留伫台湾做服侍的工课。坦白讲，旧年7月份要去进前，我拢无做决定，也拢毋知影。毋知影上帝到底爱阮去倒位服侍伊，因为缅甸的局势也一直拢无好势，所以互我真丢毒，无法度做决定。所以旧年我转去缅甸的时阵，还搁咧思考即项代志。想袂到，伫旧年我转去的时，有一天我甲我的缅甸朋友就约伫一间餐厅见面。伫阮讲话时，忽然间有一个差不多5、6岁的查某囡仔，就往阮行过来。伊手捧一篮瓜子，伊用淡淡的囡仔声对阮讲牙呀。这个牙呀就是缅甸的话500块的意思。伊的意思是讲500块会当买一包瓜子，这500块下伫咱台票差不多7块左右尔。所以伊的意思是讲7块会当买一包瓜子。我就想着讲，其实差不多10年前，阮拄到缅甸的时阵，若是拄到即款的囡仔，不管伊是咧卖花，还是卖瓜子，还是卖树龙糖，我拢会甲伊买，因为7块、8块、10块那尔。后来我伫缅甸有较久的时间，我就开始闪避因，因为我发现，亲像即款的囡仔实在是太济啊，实在是太济啊！伫街头巷尾咧卖物件的，无多读册的、共本的、无啥通穿的、枵餓的，实在是太济啊！除了你艰苦心，互因一寡钱以外，其实你的心内有一种无法度阁为着因做啥物的无奈啊！所以，若是伫车里，我就会甲我的车的窗仔门关条条，当做我无看见；若是伫餐厅，我就会偷咧咧下手，请因离开，因为我真惊去看到因的面，真惊甲因的眼神有接触。因为我家己本身有2个囡仔，我若是看到这个囡仔的面，甲因的眼神有接触，我就知影迄天我会真艰苦心，甚至会困袂好势。总是好咧加在，这2年转来到伫台湾了后，我也学会晓秘伫咧电脑的后壁，也是讲喙暗的后壁。因为当我看到缅甸的新闻的时阵，就是透过电视也是网络，我会当真简单甲即个网络的页面关掉，或者是甲即个电视台关掉。因为我人也无伫缅甸，所以我就袂阁去闻到即个囡仔因身躯顶迄款的味。无有机会接触到因。总是旧年我转去的时阵，迄一天我拄到即款的囡仔，我并无逃闪，应该讲是我无法度逃闪，因为伊就行来到我的面前，目睭看我。阮2个人的眼神有接触，而且阮2个人拢无有挂喙暗。即个查某囡仔伊的声直直捅到我的心内。阮2个人是面对面，眼神有接触。我看到伊的目睭非常古锥圆润润，哪亲像是我的囡仔。所以当伊对我讲牙牙时阵，500块，我就甲伊应讲得头。得头的意思就是缅币1000块，意思是讲我要用1000块甲伊买2包嘛，因为500块买1包，所以你摕1000块互伊，的意思是你要伊甲伊买2包。就是忽然间，即个查某囡仔会煞硬去，伊毋知影1000块会当买2包，因为才5、6岁啊，可能伊嘛无读过册，所以伊又搁讲一摆牙呀。伊敢若知影500一包，500一包，伊毋知影1000会当买2包。所以当我听到伊的回答了后，我真艰苦心啊！因为对伫我来讲，我看到的毋是即个囡仔，伊面对一个数学的问题尔。伊面对的问题是伊的性命态度遮尔啊艰苦。
我讲，其实真正我拢会闪避即个囡仔，总是迄一届我感觉上帝有改变我，因为过顶工了后，我又搁转去即间餐厅，坐伫同一个位，幸好即个查某囡仔搁出现，因为去年我转去的时间真短，真紧就要搁转来到伫台湾，我真想要伫离开缅甸进前搁见伊一面，想要到迄天我转去餐厅等伊的时阵，伊并无出现。所以我就真寂寞，转去到我的旅社了后，我看到我的旅社头前有2支条仔，其中有1支条仔头前竟然搭一张耶稣的相片。耶稣的眼神看起来是非常的忧伤，后底刺鼻的痛苦表情。因为这咱知影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基本上伫因的国家是袂公共场合顶面是袂出现任何基督教的物件。我住的旅社嘛，毋是基督教的旅社，所以我感觉真奇怪，哪会即间旅社头前的条仔会搭一张耶稣的相片？我就徛伫遐看真久，我看耶稣的面容非常的忧伤痛苦。迄天我一直咧想，若是耶稣有相片啊，伊的面容会是怎样的？伊的表情、眼神会是怎样的？今仔日的经文，互大多数的圣经学者称作是第2以赛亚书，4首挪卜的歌的最后一首。咱知影先知以赛亚伊的名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这也代表以赛亚伊受调伫南国犹大做先知的时阵，伊有一个真大的责任，就是伫因的国家伫外口有亚述对敌要攻击因的时阵，内底也有因的国民以色列百姓对上帝反背，君王朽败，会当讲是内外拢有攻击局势真歹的事。以赛亚受到上帝的呼召，伫因的时代咧宣告讲，上帝无有袂记得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伊犹原是咱的上帝。伫当时，以赛亚写这4首挪卜的歌，会当讲是超越时代的参悟预言的作品。因为这4首歌咧讲的这个挪卜到底是谁啊？这个挪卜要做啥物？拢互当时的人约袂着、想袂到也学得理解的歌。第1首是咧讲，上帝竞选的挪卜要将公理传互外邦，是外邦人的光。第2首挪卜的歌是咧讲，这个挪卜伊的身份甲使命要传播救恩到地极。第3首挪卜的歌是咧讲，挪卜怎样用言语来帮赞亚神的人。今仔日咱所读的最后一首挪卜的歌，是咧强调这位挪卜伊受苦的面容。圣经甲咱讲，伊的面貌比别人较有损伤，伊的形状比世间人较有损害。伊无有好形状，无威仪，咱看见伊也无有好形容，通互咱羡慕伊。我咧想，以赛亚讲的这位挪卜是咧讲遥远的将来要降临的未捌看过面的耶稣基督吗？无有好形状，无威仪，面貌损伤，敢会是耶稣基督的面容吗？我会安尼问，是因为咱拢知影以赛亚书是整个新约圣经中间，互新约的作者引用上界最摆的先知书。使徒保罗也伫罗马人书中间引用过，甚至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7节，保罗讲耶稣啊，保罗讲耶稣是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新约的作者为怎样安尼来讲，是毋是有意要表明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这位奴仆？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的亲像，咱看到以赛亚的参悟预言的实现吗？而且，亲像即款奴仆的观念，是毋是也有实际影响到使徒保罗伊宣教的信息？所以讲，这4首奴仆的歌一开始就真肯定，甲咱讲上帝的奴仆要用智慧行代志，要受举起升权，搁真做真权。不过，伫遮互咱无法度理解的是，即位受苦的奴仆，他会话成做真权，所传的无互人信，他会话是上帝的手，要来显明上帝的大权能力。他是讲，这是上帝所使用的方式，对伫受苦到升权卑微了后得到荣光。那安尼，为怎样要用即款的方式来传播救恩？来显明上帝的疼。当大多数的世间人看即位奴仆是顺畅无危疑，总是上帝看伊的奴仆是要用智慧行代志。当咱世间人在追求政治的时阵，基督徒在追求信仰。当世间人望权能治理会当改变这个世界，咱基督徒却望宣扬福音会拯救失落的灵魂。弟兄兄，这咱的思想、咱的信仰，是毋是已经脱离现实，太不接地气了？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讲这个超越时代的参悟预言，哪亲像一张梦那尔咧？法国的犹太历史哲学家勒米勒斯，伊上界重要的研究称作是他者哲学，就是别人。伊咧强调的是，咱人甲人中间，甲别人真实的见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互动。伊讲，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会当透过面容去感受情绪。面对一个活跳跳的人，会感受对方的痛苦、无奈、骄傲。咱若是掠别人做代先，就会引起咱的感情走代先，毋是理性走代先。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受苦的囡仔的时阵，你袂去想着讲啊，我知影伊后壁有即个诈骗集团受人来利用。你第一个会走出来是你的感情是感觉讲，哦，你真毋甘，你真艰苦心。内面若是咧讲的，就是这。伊讲，咱若是仔细去看这受苦的面容的时阵，咱会去感受到对方的痛苦，同时也产生咱家己也有痛苦的感觉。最后，咱伫别人的面头前，无法度去假讲咱无听到，因为即款痛苦的感觉，互咱的良心发现，了后甘心乐意来承担即个责任。即个责任是别人互我的，也是我主动来承担的。透过拉比纳斯的研究，我才发现，其实一个面容就是一本册。对册的封面面容，咱开始读，缀着伊的表情有变化了后，眼神有接触，咱开始拍开这本册，认捌这个人。了后，你进入伊的世界，开始有互动。你对伊的声音，你去闻到伊身躯顶的气味，甚至身躯有接触，这拢是有血有肉。面对面的关系，特别是当咱人咧分享，咱基督徒咧分享咱的信仰福音的时阵，咱的宣教无应该是会当关掉的电视台，或者是电脑的页面，但应该爱是伫现场的人，毋是秘伫咧电脑后壁的人。咱必须要参与伫即个中间，闻到因的气味，听到因的声。真实的接触，无有滤镜，没有滤镜的修饰，迄款的真实，互咱的目睭开始注视伫别人的身躯顶的时阵，
甚至有机会去接触到别人的手，或者是抱起一个青春的流浪伫街头的囡仔。我咧想，为怎样宣教的大使命，伫咱的生命中间渐渐变做是无有行动力的条文啊？是毋是咱伫疫情的时代，已经伤少去面对别人，去看遐受苦的人？咱会当开真侪时间伫咱的手机啊、电脑顶面的脸书、Facebook、IG， 总是咱真少注视伫别人的面容、目睭顶面，来听别人会当写做册的生命故事。去年当我9月份对缅甸回来了后，庄信德老师伊有邀请我伫一个宣教年会的中间分享。因为伫疫情甲缅甸政变了后，坦白讲，其实无应该阁全家转去缅甸做宣教的工作。总是伫7月份要去进前，还阁咧踌躇嘛。但是我9月份转来了后，我有决定要转去缅甸。所以庄信德老师已经想要知影讲，到底为怎样你做即款的选择啊？所以伊就邀请我去分享。我简单甲伊讲，我讲老师，伫我的心中咧想的就是，若是今仔日你愿意放弃选择的权利，安尼一定代表你的心中有啥物搁较悬的价值、信仰，互你甘愿放弃选择，就是受委屈，也变成做是甘心乐意。大部分邀请我去分享的，拢是想要听这个宣教的故事。总是迄一摆，庄信德老师，伊讲伊想要互大家去体验即款的感觉啊，就是受委屈变成做是甘心乐意的感觉。所以伊就要求迄个宣教年会中间差不多40几位的同工，做伙将家己的面画做是小丑妖的面，小丑的脸。老师伊并无大声甲大家讲，因为伊惊大家走去，所以伊就临时宣布讲，现场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两个人互相对话，你画我，我画你，是公平的，袂当逃走。就安尼，我甲信德老师两个人大声画了后，40几个人，40几个小丑啊！现场做伙听老师讲道理。总是还袂开始画进前，就有人开始烦恼。啊，请问你们有没有预备这个隔离霜啊？啊，这皮肤若是画了，若是受伤是要安怎？有个人无爱用花啊，简单讲，无爱用花。老师讲伊拢知影，不过伊就是要爱大家去感受即款的委屈。迄场分享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老师最后伊有解说，伊讲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有稳定，有真理满满。其实伊无必要安尼做啊，总是安尼做。诚做上帝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世界的君王，赢过死亡的主宰。伊无必要安尼委屈伊家己，亲像小丑仔共款来到即个世界，取奴仆的形状啊，面貌损伤无威仪来到即个世界，总是伊有安尼来做。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看到即张面容的后壁，就是耶稣基督看到世间人受苦啊，伊就怜悯，取奴仆的形状。决心甲咱三角地地听咱的上帝，伊有流目屎，伊有笑，伊甲咱三角地地，伊有受苦，像十字架，伊有搁活，这是耶稣基督的面册、脸书啊，伊的面，伊的册。
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这是一种承受痛苦的痛。对天降临到伫世界上界卑微的一种极限，就是用咱人会当知影，什么是长看关心迄款的痛的极限，对伫上阳光灿烂到伫上天笑见笑的即款极限，互咱明白伊的痛，这是伊的面貌损伤，这是耶稣基督的面，伊的册。经文对第52章的我来到第53章，咱注意看52章的我是上帝咧讲话的我，总是转变来到53章的咱是以赛亚也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的咱。咱若是干那看53章，咱会用以色列用人的身份角度去看这个奴仆甲这个现实的世界。可能敢若剩无奈那尔。总是以赛亚提醒着咱来看52章，毋通袂记住。52章是用上帝的角度看这位奴仆的使命。若是安尼，咱才会当有了解超越时代参悟预言的可能性。圣经甲咱讲，这个救世的君王，这位弥赛亚。是上帝差派拯救人类的救世主，伊要受举起升官，要正做真官，伊也要激动全国的百姓，列王要对安尼来因的喙，因为所袂捌对因讲的，因要听见，因要看见；袂捌听见的，因会明白。以赛亚提醒咱每一个人讲，就算伊的面貌比别人较有损伤。形状比世间人较有损害，伊无有好形状，无威仪，受看轻，互人放杀，受济苦痛，定定拄着忧闷，咱也无尊重伊。就算是安尼，咱毋通袂记住，伊犹原咧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也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亲像即款的信息，并无停留伫以色列迄个时代那尔，迄个所在那尔，也无敢若停留伫以赛亚迄个时代那尔。因为侪年了后，即个超越时代的参悟预言的作品有成就啊！伫当时，互人约袂着、想袂到，也学得理解奴仆的歌，煞真做是救恩临到万邦的歌。就是咱定定所讲的《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咱报好消息，传和平，报福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歌。这位受苦的奴仆，伊的面貌损伤。刀正肉体来到咱中间疼咱，有恩典，有真理，咱领受，咱也着体会，咱也着效法，用咱的生命将这首奴仆的歌唱到伫外邦的中间，也愿这位奴仆成做外邦人的光。今年7月份，阮全家搁一摆受到上帝的呼召。要搁转去缅甸来做宣教学师。伫咱的1楼有一个 DM， 就是曼德勒青年宣教计划。这个宣教的计划是一个跨文化宣教的计划，就是要用教育中心的方式，伫迄个所在开拓一间讲缅甸话的教会。要用缅甸话、用缅语来教因中文、教因电脑做宣教的策略，用因的母语
来向因的青年宣告、传讲上帝的话，用实际的生活见证来分享真实的信仰，特别伫因缅甸局势无好的时期、苦难的时期中间，检采有人会问讲，毋知影阮所传的有一罪信。特别是你看，即摆缅甸的青少年，因的面容大部分拢无有啥物表情啊，有一种无法度做啥物的无奈。因为咱知影青少年应该是对伫未来有一个真好的期待、真水的愿望，总是即摆因煞对因的人生失去了愿望，眼神无有光彩。咱会当伫国际顶面来甲因支持、关心因的新闻，也会当为因来奉献，甚至出底期宣告对教因技术专长，甚至互因有一个头路来做。总是搁较重要的是，爱将咱嘴所讲的福音，用实际的行动，甲因徛做伙，伫因中间斗阵生活。我相信上帝是呼召咱甲缅甸人民徛做伙的上帝。即个咱也包括伫松山教会的兄弟你甲我，因为咱做伙行过缅甸宣教已经有10年的时间，伫即个乱世的中间，特别是伫缅甸上界苦难的时期时，咱必须要有勇敢面对，才会受苦面容的勇气，才会当做伙来写咱生命中的一切，用一款当受福气也当受苦的信仰关系，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相信这是上帝要使用咱的方式来传播伊的故事。我相信，对伫受苦的奴仆，到伫受举起的君王，卑微了后会得到荣光。我相信，咱做伙要开拓的即间缅甸化的教会，就亲像咱的信仰个别共款。即间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军伫军队，连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我相信先知以赛亚这个超越时代的惨悟预言作品，就是咧讲这位受苦的奴仆，伊面貌损伤，刀正肉体来到咱中间，疼咱，也成做外邦人的光。这个所未捌对因讲的愿望，因要看见；未捌听见的好消息，因要明白。三更二头来祈祷，为阮受苦的耶稣基督，你有受苦死，搁活，你的十字架成做阮生命中上界荣光的记号，因为你的疼有显明伫阮的中间。阮毋望将即款的消息，毋是敢若停留伫台湾那尔，也毋望即款的消息会当传播到伫外邦中间。愿你的性命得到举起、升悬，得到荣光，也互侪侪受苦的人民来得到愿望。愿你帮助阮，照你的话安尼来行。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求，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亲像安尼，伊也要激动侪国的百姓，热龙要对伊来因的喙，因为所袂捌对因讲的，因要看见。袂捌听见的，因要明白。以赛亚书52章15节，
亲像安尼，伊也要激动做国的百姓，内容要对伊来因的喙，因为所袂捌对因讲的，因要看见；袂捌听见的，因要明白。以赛亚书52章1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65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市东庆执事、吴慧芳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主
请起立来念奉献诗。请坐。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基督精兵协会主日，特别派广福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广福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3点，今仔日是中秋日主日，对今仔日起要进入受难周，请大家尽量避免从事宴乐甲佚佗的活动。每天早暗祈祷，也是默想下面的经文来思想耶稣受难的意义。第4点，2022年奉献证明已经放伫1楼大门口的奉献柜内面，请兄弟家己来摕。若找无到奉献证明的，请甲财务组的同工来指接。第7点，小会定4月初9礼拜日国华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请兄弟备办心。第8点，宣教组甲国事工组定4月初9下晡1点到5点，要伫上山车站圆顶广场举办国华节联合事工兔子彩蛋乐快活，欢迎兄弟踊跃来参与。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讲事项，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家。而且来补充报告，就是咱伫即个拜五，暗时7点，伫南港教会要举行一个受难日的重返逾越节的圣餐礼拜。迄天伫礼拜中间，就是会互咱体验耶稣伫最后的暗餐内面，因做伙受最后暗餐的迄个经过，所以欢迎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或者是咱来看咱的我们免看消息啦吼，咱来报告就是讲，咱昨昏伫饭店吼，咱真欢喜为着雨乔甲博宏来举行婚礼，所以今仔日即对的新人会嘛来到咱的中间，咱请因搁徛起来，咱拍无啊为着即个新家庭吼，新的家庭来加油。好，请坐。好，咱昨昏嘛有10几位的兄弟去云林参加蔡英兰兄弟的妈妈的告别礼拜，吼，所以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家庭祈祷。或者是咱来公祷，互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互咱头拄仔听见广福牧师因全家7月要到缅甸，咱嘛为因即个家庭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欢迎的姊妹宇文、齐云、舒迪，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启胜兄、九重雄技师、邓妈妈、金生兄、林鹤姐、素贤姐、道明兄。美容姐、明珠姐、阿淑姐、俊行兄、阿卡姐、赵雄兄、来富姐、秋菊姐、应轩姐、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以李素梅姐、方梅姐、谢婷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吼，咱若需要将即个名单对即个台岛名单摕落来吼，恁嘛请恁来甲我讲。好，即是咱为着遮个事、遮个具体、遮个代志，咱做伙来祈祷。
帮助照顾因一家的家庭，互因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为着怀孕的姊妹，都恳求你保守这姊妹，为着保护好，都恳求你保守大领因一个家庭，面对事工。主，阮感谢你，互阮做伙伫遮来祈祷，为着阮的肢体，为着阮四周围阮所看见的一切来祈祷。阮大心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献上感谢。阮感谢你，互长、互玉桥、甲博宏，因会当结婚，会当成做夫妇。恳求你祝福即个新的家庭，互因拢有上帝你的祝福。阮嘛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感谢宇文、齐云、甲舒迪，恳求你保守因，甲因腹肚内囡仔。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阮来祈祷。这兄弟长期伫厝里，有诶身躯欠安，有诶伫接受复健的，恳求你会当保守，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也保守因，才会照顾因，才会厝内人，互因有臃肿的身体，会当来照顾因。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教会有侪侪事工。主，恳求你顾守、保守，互阮遮事工，无论伫学校、伫公园，也互阮遮无论是囡仔到年老，或者个社区的朋友，互阮接触因，嘛会当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介绍互因。主也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嘛会当接受好的造就，甲你的关系会当哪来哪亲密。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建堂事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带领，引带阮头前的路。阮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恳求主你保守因平安。特别，阮要为着广福牧师因全家来祈祷。伫今年7月份，因要去到缅甸，主恳求你保守，互因勇敢壮大，也保守缅甸迄个环境，互因伫遐会当做美好的工。主，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特别，阮受到真大的威胁，恳求你保守，互阮台湾人，互阮会当有勇敢，互阮会当有信心。主，总是阮特别为着台湾人的灵魂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你。特别，阮有90%的同胞也袂认捌你的。主，恳求你保守阮，互阮基督徒会当勇敢来传福音。阮嘛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每一天，阮看见新闻，阮的心就感觉真艰苦，因为世界充满罪恶，有战争。饥荒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伫发生，主，阮恳求你的赦免，你的拯救，也帮助，互即个世界伫你的引带下面，会当恢复公义，恢复平安。主，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礼拜，阮头前的路来献上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阮每一天所讲、所行、所做，拢会当合伫主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第395首，吟时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心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